的最后一位嘉宾。他不止呢有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肯定，而且他浑厚的嗓音还有深厚的唱功，真的是深受很多婆婆妈妈的喜爱。一路以来尝试新台语歌的许富凯，不停地用多元多变的方式展现声音的可能性，要让更多人听见他。让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许富凯。大家今天第一首歌曲，叫做《韩驴跳恰恰》，会唱的一起唱，谢谢。为人，爱不敢是有人，有人予我失恋，无爱无怨无怨叹。虽然情嘛过甲这凄惨，虽然脚步踏甲这呢难，我永远不惊人情冷暖，阮的双手有你牵，踮在你的身边，惊予人知。是甘着自泪跳恰恰，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下梦下空下梦梦梦梦轻轻松松，我甘愿孤单一个人。为人，爱人敢是有人，有人予我失恋，无爱无怨无怨。虽然情嘛过甲这凄惨，虽然脚步踏甲这呢难，我永远不惊人情冷暖，阮的双手有你牵，踮在你的身边，惊予人知。是甘着自泪跳恰恰，偏偏我是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下梦下空下梦梦轻轻松松，我甘愿孤单一个人，踮在你的身边，惊予人知影，是甘着自泪跳恰恰。我是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人，下梦下空下梦梦梦轻轻松松，我甘愿孤单一个人。非常感谢第一银行文教基金会的邀请，很开心再一次来到第一银行演唱给大家听。所以呢，我今天的盛装打扮得跟第一银行行员一样。明天我就要去上班。然后要开户的，然后要贷款的，再来催我。开玩笑。接下来呢，来唱一首刚刚我们的长隆交响乐的庄老师、庄指挥家，还有所有的这些音乐老师们演奏了邓丽君小姐的歌。那呢，接下来这一首歌呢，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、一起唱，叫做《我只在乎你》。谢谢。
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人生不依然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？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。除了你，我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陌生我만났다도愛するんだ。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。変だけど誰かを愛し、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。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、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、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わない。だからお願い、そばにおいてね。今はあなたしか愛せない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？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。除了你，我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每一次都很期待跟长隆交响乐所有的老师们一起合作，因为呢，对我来讲，每次的合作对我来说都是像进场维修一样。对，当你维修完之后再出去唱歌，会更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是不是给我们台上所有长隆交响乐的音乐家掌声一下？我们很有革命情感。这10年来，我出道14年了，我们合作至少有10次以上。对，所以很谢谢这些老师们。接下来呢，唱自己的歌了。这一首歌很可爱，那我希望大家待会呢唱到某一些重点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跟我比一个爱心嘛，很简单，全场一起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，我跟你讲5比5比哦。对，然后呢，宝贝帮我唱一下，来，我听一下你们声音，全场一起，1、2、3。宝贝。哎，是没有吃饭吗？再一次嘛，来1、2、3。好，再来这一首我自己的歌《你就会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
又搁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照阮，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 是风吹，行你两面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有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 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照阮，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伊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。 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有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。 是风吹，行你两面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有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 庄老师一起宝贝一下，好不好？拍一下照啊！谢谢老师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徐福凯精彩的演唱。 我有听见台下大家的声音，大家好像还是觉得有点听不够，是吗？是不是还想要再听一点呢？我觉得大家反应可能要热烈一点哦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许富凯再次回到舞台上来。其实有没有安可，我自己很喜欢唱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我希望大家呢，都一起来唱《爱比亚这样呀》，谢谢。
是真的感慨，只是。